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话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是如何生活的？很多人把咱们现在也隐隐约约的比喻成，或者多少要跟日本消失的30年去对比对照。咱们现在经济让很多人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感觉到疲惫，感觉到没有前途。正好日本有个消失的30年，所以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去跟日本去对照。那日本这个消失的30年里面，日本人都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度过这个消失的30年？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的这个视角介绍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10年。日本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经历了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房价高涨，股市动荡，就业困难。这些词儿到咱们微观体验，就是到我们每个人感受，那就是生活困难。那究竟日本人是如何度过那个艰难的岁月呢？然后他们的经历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们从中能够获取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教训？我们来看看他这文章是怎么说的。他说1992年日本迎来第一波70后大学生毕业潮，1973年破纪录的210万出生人口，终于在20年后90年代变成80万的本硕大军。正好70年代人口高峰期过了20年，到90年代正好他们大学毕业、硕士毕业，这80万的本硕大军冲击就业市场。但是在当时呢，日本企业拿不出同等量级的岗位去消化这批大学生，以至于各行各业瞬间爆满，不少人一毕业就失业。那这种情况咱们现在正在经历，每年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一毕业就失业，大部分人被迫考研考公，以延迟就业。我们现在也是就业难了，很多人到了35岁就面临着重新找工作。不，类似的就业潮在80年代日本已经发生过一次，说只不过那时的60后大学生刚毕业就赶上泡沫经济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景气、就业岗位充足的大环境下，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相反中小企业还很担心招不到人。可随着时间进入90年代，天都塌了。我记得傅鹏的讲座里面说过，日本60年代那个叫婴儿潮，说日本经济由盛转衰，股市暴跌，企业倒闭下岗裁员，60%的岗位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消失。70后苦逼大学生刚毕业就赶上这个天胡开局，就是他们不仅要和经验丰富的下岗白领竞争就业，还必须委屈自己接受跟高中毕业生差不多的薪酬水平，不然压根找不到工作。这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写照。但无论工资如何，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已经完胜60%的同龄毕业生了。找不到工作被迫下海的大学生比比皆是。说在蜡笔小新剧场版《大人帝国的反击》中有这么一幕，为什么大人们这么怀念过去，以为那时的日本正值黄金时代？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短短2年翻了1倍，意味着躺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一个人的资产直接翻倍。这还不算完，日本一下子往市场放入了6万亿，就是放水，导致人人都是土豪，打车起步价1万日元。为了满足虚荣心，日本砸了2150亿，就是来模仿夏威夷的这个滑雪场，也要模仿阿尔卑斯山。也就是说，不出日本就可以领略看尽世界美景就是这种满地是钱的社会，女性观念也随时发生改变。出去炸街，说一个男人打车，一个男人请客，一个男人购物，3个备胎。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我就想到了咱们好像是山西一个县，不是模仿三亚吗？在那修的广场上面搞那个叫反针椰子树，透着有钱。日本人也这么干的，日本人在他们国家模仿夏威夷的海水沙滩，模仿这个雪山，你看都能对应上。他说要是想结婚的男人得出价更高，每天楼下接送一束花，天天西餐黄金首饰，没有这些谈都别想谈。大家也知道泡沫破灭日本的男人瞬间也就萎靡了，一下班说回家就打游戏看电影，说导致女孩没人追，没人送礼物消费。或许直到这时才理解为什么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会有那么多误入歧途的女大学生。这个
文章是有点偏见，这作者啊恐怕是被这个高彩礼给这个困扰。日本的女大学生进入风月场所，这个什么所谓的误入歧途，纯粹的啊不是没人舔，而是经济原因。有很多家庭他就破产，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有的家庭他买了一套房，孩子在上大学，本来他在上班，他供按揭贷款，让他供到孩子上学，正好，一般不是这样吗？但是一旦这个人失业了，没有收入来源，按揭贷款要还，这边孩子的学费要付，没钱付学费怎么办？穷巴巴的，抠抠搜搜的，这样的人一多，那自然就有很多女孩子，她是被迫，她交不起学费，她交不起生活费。所以这个文章说，是因为男的赚不到钱，不愿意去舔女的，去追女的，导致那女孩子什么进入风月场所，这群就是偏见。这文章说，他说当然，日本大学生当年可比现在困难多了，因为90年代失业潮来临时，日本当局压根没把大学生放第一位，毕竟当时整个社会都快垮了，所以无论是政府也好，企业也罢，第一要务肯定是优先稳住基本盘。一个国家的基本盘就是中年中产，而一家企业的基本盘又往往是那些老员工，也就是日语里面常说的社畜。说就业岗位有限，如果牺牲经验丰富的社畜，腾出位置让给大学生的话，那势必会加速破产，造成更多的断供。日本的高房价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你房价下跌又失业，破产的人就更多。他说放任每年毕业即失业大学生越积越多，终究会酿成社会灾难。左右为难之下，日本政府想出了2个缓兵之计，他说一是延缓就业，二是返乡就业。返乡就业不难理解，就是花政府的钱给大学生找活干。日本政府打着乡村振兴的名义，投资基础设施，置办乡村产业，凭空创造工作岗位，吸纳了大约30万毕业生。这个似曾相识嘛，我们就是不掏钱而已。三农专家不是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嘛，对吧？你国家还不用给钱，你自己带资到农村去，不是养猪就是种黄瓜、种南瓜什么的，年入几十万呢，上百万的，这不天天都在宣传吗？咱们也有乡村振兴，你大学生可以下乡，但是不能买宅基地，那玩意儿不能卖给你，多么像啊！说这一操作就跟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出钱修建田纳西水坝有点类似，都属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而这些项目又主要以改善就业为目的，不考虑经济效益，因此往往不能长久。不过罗斯福命好，说任内赶上2战爆发，那意思就是发了军火财，那工厂要人，这个还有部队要扩军参军入伍，所以瞬间解决失业人口的问题。但是90年代日本它不能像罗斯福那个时候一样，可以搞一场战争，靠战争转移社会矛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以至于基建一停，就业就归零。1996年之后，日本政府叫收不复出，就是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逐渐叫停地方基建，引发一波乡村失业潮。说好巧不巧，当初选择延缓就业的那帮人也在同一时间走出社会，他们和返乡回城人员一起，2拨人马涌入大城市，瞬间挤爆就业市场，返乡就业计划就此宣告失败。而同样是对缓期就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说当年日本政府就是这么搞扩招研究生，鼓励大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提高学历，等外面行情好起来了再重出江湖。结果啊，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这个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吗？咱们现在1100万大学生一毕业，大部分都是考研考公务员，这不就是延缓就业吗？实际上公务员招的很少，研究生也不多，连年考研的人那么多，研究生扩招导致什么呢？导致有些研究生出社会后甚至不如本科生。毕竟不是什么专业都适合考研呢。1990年金融风暴再次席转日本，当风暴消退时，70后大学生们距离自己走出校园已经过去了10年甚至9年。实际上这10年或者9年是一个人生中，就是你的职业发展生涯中最黄金的阶段。你想你22岁毕业，10年一过你就32了，你搁在中国基本上再干3年你又面临失业。你说你这个22岁或者24岁到34岁这10年给你卡掉了，荒废掉了，多惨。一旦这段时间被耽误，那么一辈子也就这样。于是他们成了全日本收入水平和结婚率最低的一代人。而有些聪明的大学生知道日本靠不住，索性走上了内卷的道路。这里
补充一下时代背景，就是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为了增加就业，废除了企业校招的时间限制，企业可以在大一到大四任何时间点与学生签订劳动合同，而学生为了提前找到工作，只能被迫加入考证浪潮，亦或是参加企业的各项实习计划，从大一开始就在为企业做准备。很多人抱着有工作就行的想法，不去考虑工资多少，一股劲的往里钻，这种恶性竞争加剧了学历贬值。可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愿意招人。那时经济下行压力大，用人成本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雇佣一名正式员工，不仅要给他们发工资，还要帮他们交社保，并且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不能随便开除，要给他们养老。所以企业普遍不愿意招新人。既然正式工雇不起，那肯定就开始雇那些临时工。那么大学生灵活就业就闪亮登场。这跟咱们现在不也是灵活就业吗？美团、网约车这一招确实管用。1999年，日本秉承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放开了劳务派遣限制以及收费，帮人介绍工作是违法行为。改革后全面合法，劳务中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野蛮生长。从最开始开放了26个工种，到后面几乎所有工种都可以劳务派遣，整个社会都在加速精致化。从环卫工到辅警，甚至政府机构的接线员，都是由第三方机构派来的。大量临时工和编外岗位充斥了各行各业，咱们这叫外包。你看一模一样。说虽然这些岗位的出现暂时安置了海量失业人员，日本大学生们职业生涯不再受到正规保障，升职转正的机会越来越少。企业为了节约运营成本，更倾向于中介机构合作，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临时工越来越多，正式工越招越少的恶性循环。所以那些大学生他们的生活比社畜还社畜，不仅工资被压得很低，而且还得不到培训，总是在即将转正的最后关头被以各种理由刁难开除。到00几年时，劳务派遣工的比例已经占到30岁以下年轻就业群体的40%，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啊，就是年轻人40%的人都是外包，而他们的月薪也只有正式工的40%。至于那些不想转的，有且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拼爹，说日本失业率最高的90年代，同样也是代际传承最猖獗的一代；二是传承家族手艺。日本为什么有那么多就是叫什么工匠，都是因为阶级固化造成的，高薪岗位都被精英子女垄断，匠人的后代不干这个就干不了别的，数十年如一日，重复一件事，这就是传承的。而对于那些没有好爹或者没有家族手艺可以传承的人来说，打零工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相比之下，社会精英则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家子女安排进大公司里，议员的儿子还是议员，高管的孩子还是高管。咱们这儿对应的银行4代、石油3代、烟草5代，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还有农民9代。好的出身职业让人少奋斗几十年，就业资源本就稀缺的情况下，这一优质岗位还被精英2代垄断，读书瞬间没了意义。愤怒的民众将这帮人称之为上机公民。还是那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不过是凝聚了现实，而现实则是流动的历史。那我们现在这些大学生所经历的事情，日本在上一个时代经历过了。文章说，那么日本过去的经验对于现在我们而言有什么启发，有什么意义呢？文章说，他说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科普一下现在的形势。他说曾经西方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很细思极恐的问题，叫做黄金10亿。什么叫黄金10亿呢？就是奥巴马呀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说10亿啊指的就是10亿人口，也就是说啊，以后全世界只有10亿人呢能过上发达国家的日子。这10亿人背后啊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供养起来，是不是传言咱不知道。说这个奥巴马说过，如果全体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个也可能是以讹传讹，也可能真是奥巴马说的。但是无论是黄金10亿还是奥巴马的话，都是美国在2战以后构建出的世界格局，白人至上理论。日本经济崛起冲击了黄金10亿的说法，因为地球资源就这么一点，你吃一口资源就少一口。现在也是这么回事，不过近20年我们打破了这一说法，
法，依靠互联网、云数据、信息革命，曾经把3到4亿人带入了黄金10亿。这个作者认为，一共只有10亿人能过上那种善等的日子，或者就是发达国家的那种生活。10亿，那我们呢又加了4亿，那现在就是黄金14亿。他说，但是目前科技革命已经很难突破，所以发达国家的好日子挤满。但科技的发展，他比如说DeepSeek 的出现，以及这个特朗普上任第2天推出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美元开发 AI， 人类要打破黄金14亿的这个魔咒，只能靠这个产业革命，那只能是 AI， 还是 AI。说 AI 领域在23年之前谁最强？那是美国。ChatGPT 问世，说吓得全球资本立马梭哈，纷纷投钱。这文章就介绍美国的 AI， 它是跟西方组成叫利益联盟，人工智能产业链利益联盟一旦组建完成，市场就搭建好了。那后面我们即使突破 AI 行业，也很难在其他国家去推广。这个文章他说所以开源就是间接打老美的脸。他说你 OpenAI 训练大模型花了几千亿美金， DeepSeek 只花了几百万就做出来了，那谁在割韭菜？说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他如果资本愿意投谁，那就能重新组队。所以懂 DeepSeek 开源的意义，说不仅让准备投资的全球资本犹豫，还冲击了 OpenAI 的市场份额、用户增长和营收。这个文章说，这个黄金14亿里面，这个人里面有一部分人要退出去，也有一部分人新人会进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事老的产业的这些人，恐怕也被时代淘汰掉，你就要退出黄金14亿。你这个从事人工智能、从事 AI 的这些，恐怕要新进入这个黄金14亿。这文章的最后的意思就是，你从事人工智能、从事AI， 你就不用焦虑。他这个文章说的，日本消失了30年，那个表象就是年轻人找工作以及政府应对失业，为了提高就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现在似乎正在经历，好像是在重蹈日本的覆辙。但是他最后说我们不用担心，以后我们有 DeepSeek， 我们有人工智能，我们在这一块要大力发展。你如果挤上这辆车，那么你就在黄金14亿人里面。他这种说法，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对于那些抓住风口的，就是你从事人工智能行业的，那现在日子恐怕也不是特别难过。虽然竞争也比较激烈，但是我们每年毕业1000万大学生，据说是27年还是2030年，咱们大学毕业生是1700万一年，达到峰值。1700万什么概念？你很多小国家人口就是1000多万，那白俄罗斯才900万人口，乌克兰现在恐怕也只有3000万吧，咱们一年大学毕业生就小2000万，这什么概念？那你说不能说2000万人都去搞 AI 产业，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是工具还是说催生新的需求？这还没整明白。如果是工具，它本身不能产生效益，它只能各行各业去应用它，提高各行各业的效率。目前人工智能它能提供多少工作岗位？那就意味着我们绝大部分人是跟人工智能无缘。那这些人怎么办？如果人工智能会造成少量人暴富，它没有办法就是批量的制造中产阶级，那有什么用？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究竟是促进了就业，还是减少了工作岗位？这个短期内都很难有定论的，他们是个矛盾的。就人工智能发展的越好越完善，应该是你的工作岗位越少。你现在看看很多工业园区，那种黑灯工厂越来越多，黑灯工厂里面全部是机器人在干活，不需要照明，全部是自动化。这个 DeepSeek 或者是 Grok 这些人工智能如果再发展，你很多文秘工作恐怕就消失了。以前是5个人干的这些整理文案、整理档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工作，现在只要1个人就行了，或者2个人。现在很多政府政务窗口开始配备这个机器人，一旦这机器人训练好了，也有多少人要下岗。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它到底是工具是用来提高工作效率的，还是说产生就创造新的需求？如果它是创造新的需求，那它又会增加很多工作岗位。你看看现在无人驾驶是人工智能，百度的萝卜快跑，现阶段它好像是1个人控制4辆车，那就相当于节约了3个司机下岗。特斯拉的 FSD 已经在中国落地，不知道特斯拉的无人出租车什么时候落地？一旦落地，你想想又有多少出租车司机要失业？所以说这就是人工智能跟我们韭菜跟我们就业来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相信人工智能发展了，对经济对科技那肯定是一个提升心智生产力，但是具体到我们韭菜就业，恐怕这短期是利空。这是第3点，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科技革命能不能经得起检验，对吧？到底是媒体还是咱们一厢情愿的夸大了？是不是有水分？是不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操纵？还是真的是它脱颖而出？我的印象里面，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时候，或者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很多人应该有印象，互联网大发
发展的时候，也没见政府号召，政府去推动，政府更多的是不管。移动互联网发展，就是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过渡的时候也一样，没看见什么规划，反而后来政府说要搞互联网加 P2P 就出来了，互联网金融。所以这一次什么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恐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是电商，无论是移动支付，无论是带货，甚至网约车平台，那都是因为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不管。按理来说都应该是打压的。你就说网约车平台，那你是动了这个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啊。大家要记住啊，网约车平台出现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一个，你要开出租车，你得加入出租车公司，你得有牌照，你得给出租车公司打工。所以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就开黑车，趴在各个小区车站门口开黑车的。网约车某种程度上啊，就是把黑车合法化了。你想想，这个按理来说政府都是不允许你这么干的，没有把你打压下去就不错了，也没有引导，他们只是叫放任不管、放权，反而引导的、规划的恐怕都没有出来。你比如说关于移动支付，咱们的银行搞了一个叫什么银联还是什么银联支付，这个我还知道，多多少少参与过。就是支付宝在如火如荼的时候，银行一看这小子，这让淘宝让马云把我们金融行业的这个蛋糕给切了，所以他们要反抗，他们也准备搞个支付。结果你看现在不见踪影。还有腾讯搞的这个微信、QQ、即时通讯，又把运营商的蛋糕给切了。这本来咱们之间联系是靠发短信、打电话，现在靠 QQ、微信，那就是运营商只能赚你流量的钱，变成一个管道，变成给腾讯打工。所以运营商是心有不甘了，那就移动、联通他们都搞自己的即时通讯，移动叫飞信还是什么，总之现在都不见踪影。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些规划的十有八九都看不见，最后都不了了之，反而是那些民间的都把他们自己野蛮生长出来的，适应了这个市场活下来。现在的 AI 热到底是真的是 AI 热，是需求，还是说被吹出来的、被引导出来的、被规划出来的？这个还有待观察。所以这个文章说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符合的。日本泡沫破灭后，这个就业难消失了30年，这个荒废一代人。为什么叫宅男？那宅男好像就是从日本传来的宅女。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那我们现在似乎啊都能一一对应。但是日本现在已经走出来了，现在日本的就业据说非常好，很多大国的人跑到日本去找工作，他已经度过了叫什么消失了30年，现在正在蒸蒸日上。那我们什么时候度过我们现在这个困境？作者说靠人工智能，我只能说想法是好的。我们要度过这个困境啊，不能仅仅靠人工智能。我一直说啊，咱们现在把蛋糕做大，或者让蛋糕快速增长，这个很难。当然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也希望蛋糕增速越来越快，但是这个难度比较大。那比较靠谱的说，这个蛋糕分的要更加公平，因为蛋糕分的越公平，实际上可以刺激更大的消费内生的增长力，减少浪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搞大基建，日本搞大基建，咱们搞大基建，逻辑上都一样，都是为了促进 GDP， 都是为了拉动就业，这没毛病啊。它出发点都这样，但是这个利益和收益它都有一个边际递减的效应，就是它到一定程度，你再这么做就没有用了，就没有收益。你比如说啊，刚开始20年前你搞大基建，你1个亿下去，里面恐怕有4000万是发到这个农民工手上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用的工人多。刚开始大基建的时候，你恐怕相对来说跑冒滴漏要少一点，人的胆子小，不敢乱来，婆罗门往口袋里捞的也少一点。就是1个亿，你恐怕4000万是到农民工，你这样相当于你解决这么多农民工的就业啊，你靠这种大基建效果不错。但是你现在你1个亿下去，你到农民工手上恐怕也只有2000万、1000万，你这个对就业的刺激拉动就小得多，反而增加了各种不公平、贪污腐败、暗箱操作，有很多婆罗门权贵莫名其妙的富了，但是农民工越来越穷，找不到事干。你越这么投，是不是这个公平的现象就越这个突出？你再加上这些基建没有收益，你怎么持续？日本也是出现这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在分配这一块，在减少浪费这一块做工作。这个有成功的案例，你看看阿根廷，对吧？米莱搞的这事，你再看看越南也要走邪路，你再看看马斯克，他叫马斯克变法、马斯克革命，他的目标我是赞成的，但是我对他的现在手段我还是持一个怀疑态度。但是他的目标，他就是为美国的纳税人节约省钱，至少他这个理念是对的，手段有待于考察或者叫关注。所以说有这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应该叫多措并举，就是人工智能科技也不能放松，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分配，从这个杜绝浪费下手，这个恐怕见效更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